手頭上揸住30零萬，想全盤買新樓，又想住得舒服唔壓抑嘅老友記，咁今日呢個屋苑呢，你就一定唔好再走寶啦。屋苑樓下步行幾百米呢，就係我哋嘅南頭輕軌站，搭乘輕軌轉換高鐵，一路直去我哋嘅香港西九龍。朝頭早喺呢邊飲個早茶，中午再返香港食個燒鵝都完全冇問題啊！時間亦都唔會太倉促嘅。附近呢亦都有我哋嘅海雅繽紛城同埋海龍城兩個大型嘅商場。落樓呢就有超市、街市，買餸食飯、行街睇戲，一站式嘅生活配套，完全都可以滿足到你。呢度全部都係帶有裝修嘅複式現樓。今日重點睇返呢套430尺，邊度做到2房嘅單位，買一層送一層，4米半嘅層高，一啲都唔會感到壓抑。細家庭住啫就啱晒啦。我覺得呢度嘅戶型同埋配套呢，既適合自住度假，又適合投資出租嘅老友記。對呢個屋苑感興趣嘅老友記，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，仲可以預約實地睇樓，1對1傾到你滿意為止，保證幫你揾到着數。